那我这个因缘就定了，所以呢，咱贵这个这个温馨，咱这个发这个这个定义，就是有点多都大面面说法，无大无一空的说法，无一大。完全保持着现代有的这个文化，所以咱们就会该发展或者说在咱这些国家上面讲，过去的修行的辛苦的，过去的所有这个代志，包括就是咱修行的所有的这个甚至未来你修到这个修行的这个，然后伊拢来发展。以地为在咱这个互相的见解，在咱经济这种有机的开发，所以这是发展的。那么这个发展的资料呢，咱们按大会发展的关系，咱来。跟着自己相温，发挥相修，咱只要家己修行，修过嘅修行，我修好我修好我看到修行过其他修行，哎呀，出家做为员工，甚至到前山高房去修无自改，对不对？但是这个修行一点无改。这个修行过去所有经受苦菩萨，这诸菩萨，拢都做完到平安来。所以各位先生，咱看家己啊，咱现在来听经会话，咱来修行，咱来持戒，咱来坚持，这拢是咱过去建下了这些，咱可能过去无一个